来到七股，除了乌面拉杯等生态资源特色以外，就是沙马鱼、粉蚵仔等七宝上青海产上去民众眼光。其中为特上午来到龙山里渔民活动中心，除了再出宣传欢喜留念，七股区长叶文水嘛向市长简报，包括护花、水门、甲道路改善等基础建设。根据了解，这2天来已经投入将近2亿经费。市长表示，上大目标就是卖因。咱希望油花这部分先紧甲做起来。咱看今年欠水，但是听讲下半年的雨水会真多，所以咱原来爱做注意的所以希望讲，我上大的目标是希望讲咱拢厝卖淹路卖淹，园林嘛卖淹但是上基本的至少厝卖甲淹入去这就是咱的落地目标所以我原来会一方面水利建设爱先做，另外一方面迄个隔水挡板防水挡板迄个要拨一点给七股优先好不好？市长高雄在第7股，所以当地所有里长、社区发展协会等意见领袖拢交告，已向市长请托。未来包括活动中心，嘛将改建成日间照顾中心，来应付当地个人化的社会需求。这个日照中心1068万元中央已经核定那么我们以后如果把这个2楼整修完成以后我们会整合社政还有医疗的单位进驻会提供一个安老长者一个非常安老的服务迎接母亲节，会后市长嘛以赠送6架龙山火鹤来祝福在场所有妇女一切和好，场面相当温馨。但新闻军及何长邦采访报道。